Hello，大家好。今日我哋要討論一本書《自私的基因》，用佢嚟探索群體同埋個體關係。今日我哋嘅內容，首先就係介紹呢本書嘅重點，另外就係支持呢本書嘅理念，跟住就係反對同埋批評呢本書嘅意見。然後我哋要講例子，第一個例子就係如果一群獅子，一個獅群嘅例子；第二個就係一個醫學上嘅雙盲實驗。講完兩個例子之後呢，我哋就會講我哋結語同埋心得。我哋今日首先就係介紹《自私的基因》呢本書嘅重點。作者就係Richard Dawkins。呢本書咧1976年出版，之後有啲改版嘅，但係大致上內容都差唔多。佢係呢個演化生物學裏邊最重影響力嘅著作之一嚟嘅。咁當然啦，即係大家就唔好俾本書名嗰度嚇親。佢唔係叫我哋做人要自私，而係話用一個重新嘅角度帶我哋睇下呢個個體同埋群體之間嘅關係。所以個重點就係個體同群體嘅關係。全書嘅核心思想咧就係咩咧？就係話演化或者叫進化啦嚇。其實最簡單、最基本嘅單位咧，就唔係話呢個個體或者物種，而係基因。咁道金斯咧就認為啦，自然選擇咧個主要作用係基因上邊嘅，因為基因咧能夠跨越呢個世代延續，而生物嘅身體咧只不過呢個基因用嚟繁衍嘅載具。生物行為之所以係咁，係因為能夠令到基因能夠成功咁傳遞到下一代嗰度。好，第二點，本書所講嘅係自私所指嘅係基因層次嘅利益，而唔係呢個道德上面嘅判斷。咁其實佢係指係呢個咩咧？就係話基因係會傾向於促進自己嘅複製，而唔係話人同埋動物就必須要呢個自私嘅。所以呢個係演化嘅邏輯。一切嚟講都係話點樣令到啲基因能夠複製傳到下一代，再下一代。第三點佢講嘅咧就係利他嘅行為咧，亦都係由呢個基因嘅自利行為裏面演化出嚟嘅。咁所以即係譬如話表面上有一啲嘅利他行為啦，即係譬如話你幫咗呢個親戚啊，咁其實咧係因為你能夠提供呢個共享基因嘅生存機會，咁所以咧呢啲咧都係其實一種嘅自利嘅行為一種嚟嘅。咁第四點佢所講嘅就係話呢個互惠利他同埋合作嘅演化。咁即使係冇血緣都好啦，咁動物之間都係經過長期嘅合作。咁所以咧，競爭同埋合作咧，都可能喺個演化裏邊咧就自然咁形成嘅。所以競爭同合作亦都唔係一個絕對相反、相對嘅觀念。咁另外有一點佢講足比較特別咧，就係提出呢個 mean 無因嘅文化嘅基因。而家嚟講，我哋喺呢個互聯網上 mean 就多數係講啲笑話啦。咁但係其實呢個觀念咧，原本就係道金斯提出嚟嘅。即係無因嘅文化進化觀念咧，其實包含咗啲譬如話信念啊、習慣啊、語言啊咁樣嘅文化單位。咁即係其實佢係想用呢個 mean 咧嚟作為一種喺文化上喺呢個比較抽象嘅文化觀念上邊係代表一個基因嘅觀念嘅。咁所以呢啲 mean 咧就係喺呢啲咁嘅即係無因呢一種嘅文化觀念咧，其實亦都好似基因一樣，就會複製、變異同埋接受呢個選擇嘅。呢個就可以講係一個理解文化嘅新嘅演變形式。最後呢本書亦都講到一點，就係話基因觀念唔係鼓吹社會自私，而係解釋自然現象。佢只不過係話咗競爭同合作喺自然界裏邊點樣同時出現，影響個體同埋群體。綜合嚟講咧，呢本書咧就係用基因呢一個觀念咧嚟代表一個超越個體嘅群體，而亦都説明咗呢個進化或者演化啦，其實唔單止屬於個體，亦都係屬於群體嘅。咁有人覺得咧，佢呢個觀念能夠好簡潔咁樣將屬於呢個群體嘅進化咧，用基因嚟表示出嚟，咁係一個十分精彩演繹。咁但係咧就即係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觀點嘅，有啲人都反對嘅。咁佢哋咧都覺得咧書裏邊咧好多盡量點咧就唔係好正確嘅。好啦，咁我哋而家就分別講講支持同埋反對意見。首先，我哋而家講講支持自私的基因嘅理念嘅不同觀點。咁第一個咧就係話以基因為中心咧演化觀咧，就能夠更清晰咁令到其他人咧就易啲明白嘅。支持者認為啦，呢個基因嘅跨繼世代嘅延續咧，咁就能夠更加直接咁樣解釋到自然選擇背後嘅邏輯。第二點咧就係一啲叫親緣選擇同埋包容式認性咧，有強而有力嘅科學證據。咁一般嚟講啦，人哋都覺得咧，就即係你幫助親戚咧，就能夠提高咗一個基因嘅繁衍嘅成功率嚟嘅。對自私的基因呢本書嘅觀點咧，就能夠將呢啲嘅普通大家嘅認知咧，一個好合理嘅解釋。另外一點咧，就係為利他行為咧提供合理嘅演化解釋。咁書裏面講啦，睇嚟無私嘅行為咧，其實可以經過基因
嘅利益嚟解釋嘅，就唔需要依靠物種係為咗自己嘅好處而作為呢個解釋嘅。咁啊，另外一點咧，就係話佢引入咗呢個 mean 無因呢一種提高對文化演化嘅理解啦。咁好多學者認為咧，呢個無因嘅觀念咧，即係好容易好好咁樣解釋咗呢個思想啊、習慣啊、文化點樣好似基因咁樣一路擴散嘅。咁雖然就即係佢第一個提出嚟啦，咁啊當然佢係比較粗糙，咁但係後來咧就亦都好多啲研究呢個文化傳播嘅學者咧，亦都係以佢為起點，就作出好多嘅貢獻。咁啊，所以有一點都幾重要嘅就係佢促進咗大眾同埋科學界咧，能夠更精準咁樣就理解咗呢個羣體嘅進化、演化等等。咁啊，即係支持者認為啦，就佢呢本書咧就澄清咗啲常見嘅誤解。譬如話呢個演化唔係有目的嘅，同埋物種咧唔會係為咗整體利益而作為演化嘅。咁咧書裏邊咧就用啲好簡單、好鮮明嘅例子就講咗出嚟，咁就能夠幫助到呢個知識嘅普及。嗱，以上就係贊成嘅意見啦，咁但係亦都有好多反對同埋批評嘅意見。反對同埋批評自私的基因嘅意見咧，就有以下幾點嘅。第一點咧就係佢過度強調呢個基因咧，就忽略咗一種多層次嘅選擇作用啦。咁啊，批評者就認為咧，就演化咧就有好多層面嘅運作嘅，譬如話個體層面啊、群體層面啊，或者整個生態系統啦。咁所以啲動物啊，佢作為一個個體、群體之一，或者成個生態之一咧，都有唔同嘅角色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將一切嘅行為咧都解釋為基因嗰種嘅自利行為嘅話咧，就可能太過狹窄，就唔係好準確。咁另一點咧就係、是、自私嘅比喻咧，就容易導致個錯誤嘅道德解讀啦。咁雖然就即係本書都特別強調即係呢個自私係冇呢個呢個道德嘅含義嘅。咁但係好多時咧都會令到作者以為咧就話，如果你個基因係自私咧，就即係人係應該自私啦。咁所以就啲批評者認為咁樣咧，就可能會造成一個社會上或者倫理上嘅負面影響。再有一點咧，就係、是、佢過度簡化咗生物系統嘅複雜性。咁反對者就指出啦，就呢個基因嘅行為咧，就受限制於個環境啊，佢嘅發育嘅過程啊。咁另外有啲生物學嘅觀點咧，就譬如嘅基因調控網絡，或者係叫做表觀遺傳咧，呢啲都係除咗基因以外，影響一個個體，無論係人啊，或者係動植物啊，咁佢嗰個發展成長嘅過程嚟嘅。咁所以如果將呢啲所有嘅影響呢個物種發展嘅因素全部唔要晒，而剩翻基因嘅話咧，就可能係過度簡化。咁另外一個即係反對呢本書嘅意見嘅咧，就係話呢個無因 mean 呢個觀念咧，佢哋覺得冇乜呢個科學嘅可測性啊，即係佢其實係好模糊、好隨意咁樣即係定出嚟，冇乜嚴格嘅實驗支持。咁所以用佢嚟即係作為呢個研究嘅對象咧，就可能令到有所偏差。就而佢整個咧，亦都唔係一個真正嘅科學理論。亦都有一點咧，佢講到咧就係呢個自私基因嘅觀點咧，就唔能夠充分咁解釋同埋呢個非親緣者嘅高度合作表現嘅。咁啊，特別係當個文化發展嘅人類，即係個文明越嚟進步嘅時候咧，其實人咧就大部分同呢個非親戚嗰啲人合作嘅，即係同你嗰個生命嗰個基因咧係完全冇關係嘅。咁所以如果咁講嘅時候咧，就呢啲批評者咧就認為，就佢咁嘅時候咧，就佢完全就即係漠視咗所有嘅制度啊、文化啊、情感啊、學習啊，咁呢啲影響到呢個合作嘅過程嘅，咁所以就係因為太過簡化。咁由此可見咧，即係以上種種嘅討論咧，就係贊成嘅意見，主要就係自私的基因呢個觀點咧，好簡單説明咗事實。而呢個反對嘅意見咧，就係話書裏邊所講嗰個基因咧，就唔係咁似科學上嗰個基因嘅嚴謹程度，咁所以容易引起誤解嘅。咁所以我哋都大致可以咁講啦，呢個觀念大致上係準確嘅，但係唔係好準確。咁當然啦，驗證呢啲觀念咧，最簡單嘅方法咧，仲有一啲唔同嘅例子。咁所以我哋而家咧就喺啲例子裏邊咧，睇下自私的基因呢個觀念咧，究竟佢準唔準，或者有幾準。咁啊，第一個例子我哋講咧就係一個嘅獅群嘅例子嚟嘅。咁即係咁喺呢個即係廣闊嘅非洲草原嗰度咧，有一群獅子。咁呢個獅群嘅興衰咧，其實咧就係由好多唔同個體嘅力量嘅拉扯之下，其實一個好奇妙嘅平衡嚟嘅。嗱，一個典型嘅獅子群體裏邊咧，其實就會有一隻叫做領袖雄獅，咁有幾隻嗰啲叫合作嘅次級雄獅，咁同埋有好多隻就負責呢個狩獵同埋呢個養育呢個幼年後代嘅母獅群體嘅。咁所以即係有領袖雄獅、合作嘅次級雄獅
同埋好多嘅武師。咁啊，呢個領袖雄獅咧就喺呢個權力嘅頂峰，咁享有呢個主要嘅交配權啊，同埋進食嘅優勢啦。咁但係咧，亦都咧必須咧承擔住外來雄獅嘅巨大挑戰嚟嘅。咁呢個係個好大嘅風險嚟嘅。咁啊，另外嗰啲次級嘅雄獅咧，就喺佢哋呢個領袖雄獅嘅身後邊咧，形成一個聯盟。咁咧，佢哋嘅繁殖機會咧係會受到限制嘅。咁但係咧，就因為藉住呢個合作咧，佢哋就獲得保護。但亦都有一個就係佢將來可以呢個角逐皇位，即係挑戰推翻現有嘅領袖雄獅嘅可能性。咁呢個就係啲次級雄獅佢哋嘅角色。咁而母獅咧，佢哋就負責呢個獅群裏面嘅真正嘅活動，就係負責呢個狩獵啊，共同養育呢個幼兒啊。咁喺佢哋緊密嘅合作裏邊咧，就即係保存咗成個獅群嘅存亡嚟嘅。咁所以你睇到咧，獅群裏面每一個角色咧，其實喺呢個個體利益同埋群體生存之間咧，就不斷咁有呢個來回嘅擺動嘅，即係有時為咗個體，有時為咗群體咁樣嘅。雖然佢哋彼此之間咧，經常因為呢個繁殖權力，或者係呢個保護佢哋嘅後代幼獅而產生衝突，但正係呢啲咁樣嘅競爭同合作之間咧，就保持咗一個動態嘅平衡，令到成個獅群咧就能夠喺呢個即係大自然嗰個惡劣環境嗰度邊咧，不斷咁樣延續發展落去。好啦，咁你而家就停一停諗諗，如果俾你選擇做呢個獅群裏邊嘅一員，咁你會選擇咩角色咧？你要做領袖雄獅啊？抑或就呢個次級雄獅，即係一個隊友角色啦，或者係做呢個譬如話母獅，其實係呢個團體裏邊係一種照顧者嘅角色咧。咁呢個你就可以自己諗諗。我哋而家睇一睇獅群裏邊嘅合作同埋衝突。喺合作嘅方面嚟講啦，嗱，母獅同埋雄獅咧就共同守護佢哋領地，大家一齊合作噶啦。咁呢個母獅咧就協助狩獵，提供成功率啦。咁另外嗰啲叫做次級雄獅咧，佢哋咧就支持呢個領袖雄獅，就維持佢整個群體嘅安定。咁你睇到咧，獅群嘅結構咧就提供咗幼獅同埋成年獅子嘅存活率嘅。獅群裏邊佢哋亦都有不同嘅形式嘅衝突。譬如話領袖雄獅咧就壟斷咗呢個交配啊，咁即係話咧佢哋限制咗呢個次級雄獅佢哋嘅繁殖嘅權利。咁所以咧次級雄獅咧就可能會挑戰呢個領袖雄獅，其實係一路都有。咁另外咧新嘅領袖咧就會殺死嗰啲幼獅嘅，咁令到呢個母獅咧就即係要重新進入一個發情期，就同呢個新嘅領袖就孕育呢個下一代嘅。咁所以咧，其實母獅咧亦都會反抗外來嘅雄獅或者係個新嘅領袖咧，嚟保護佢現有嘅幼獅。咁所以你睇到啦，呢個就係不同嘅佢哋嘅對抗嘅形式嚟嘅。咁所以咧，獅群咧係一個整體追求合作，但係咧喺個體利益嗰度咧就互相爭奪、互相拉扯嘅一個系統啦。咁我哋而家講講啦，即係獅群嘅結構同埋自私的基因嘅觀點嘅一啲相同或者不同嘅部分。嗱，首先就係獅群結構支持呢個自私的基因核心部分嘅內容啦。獅群嘅核心就係繁殖嘅競爭。呢個領袖雄獅壟斷咗交配，同埋殺呢個唔相關嘅幼獅咧，咁其實完全合乎咗個基因治理嘅原則嘅，所以佢同本書講嘅係好相似。咁另外就係呢個雄獅咧，佢哋成個聯盟咧，亦都有基因策略嚟嘅。因為次級嘅雄獅咧，佢同呢個領袖合作咧，其實係為咗自己將來嘅繁殖有利。咁而對母獅嚟講咧，佢哋合作咧就來自於共同基因。因為佢哋成一個群體裏邊嘅不同嘅母獅咧，其實類都係一啲姊妹啊，或者係再上一代隔開嘅姊妹嘅親戚嚟嘅。咁所以咧，佢哋咧就會有共同協作呢個狩獵啊、育幼啦，呢個典型嘅呢個親緣選擇嘅。咁所有呢啲咧，其實都係同呢個自私的基因嘅觀點咧係好類似嘅。好啦，我哋而家講講咧就同自私的基因不一致嘅觀點。咁首先咧，合作咧可能包括呢個非親緣嘅個體嚟嘅。咁因為咧就其實喺個獅群裏邊咧有一啲嘅次級雄獅嘅參與咧，其實並唔係親戚嚟嘅，佢係外來嘅，但係仍然會合作嘅。咁顯示呢個咧其實就唔係淨係呢個基因嘅因素。咁理論上嚟講啦，接受強壯嘅新嘅雄獅咧，就可以提升呢個後代嘅品質啦。咁但係你睇到咧，就母獅咧依然咧就冒險保護現有嘅幼獅嚟嘅。咁呢個咧就係其實同母子關係，而唔係同基因有關。另一點咧就係獅群整體嘅運作咧，其實咧有呢個群體階級利益呢一種觀念嘅作用喺度嘅。成個獅群嘅生存咧，
就依賴住合作同埋社會結構，就唔可以好簡單咁樣咧，就簡化為呢個基因嘅層面嘅。好啦，咁我哋而家講咧就第二個例子，就係呢個叫醫學雙盲實驗嘅。乜嘢係一個標準嘅醫學雙盲實驗咧？其實係將同一個呢個疾病嘅病人就分開成為兩組，咁一組咧就係用一個已知成效嘅舊藥，另外一組咧就用一隻受試驗不知道太多結果嘅新藥。咁研究人員咧，即係嗰啲醫生咧，就喺唔透露分組情況之下咧，就進行呢個治療嘅評估。咁目的咧就係確保嘅科學上嘅公正性，咁咧就找出最好嘅治療方法。咁邊一隻藥會更加好啲咁樣？對於參與實驗嘅病人嚟講咧，咁有啲接受咗已知嘅安全嘅舊藥啦，咁但係有啲咧就嘗試未知嘅新藥嚟嘅，咁可能性就好多，可能會帶嚟更好嘅療效，但亦都有不知名嘅風險，即係譬如話一啲唔知咩嘅副作用等等。咁佢哋明知道自身咧就可能呢個面臨風險，但係亦都願意投入呢個研究，因為呢一份研究咧唔單止可以改善自己嘅健康，亦都能夠為將來無數嘅同類型嘅病人咧帶來新嘅希望嘅。嗱，呢一個咧其實係基於信任、風險同埋合作上嘅旅程嚟嘅，就顯示咗人類點樣喺自利同利他之間咧就找出為人類就向前推進嘅力量。好啦，咁而家我哋又停一停諗一諗，你會唔會有膽量，亦都願意去參加呢個雙盲實驗咧？好啦，而家我哋講一講雙盲實驗裏邊利益之間嘅合作同埋衝突。合作關係裏邊咧，嗱，病人願意參與咧，其實係令到呢個研究者咧能夠取得有意義嘅資料，造福將來所有嘅病人嚟嘅。咁佢呢個雙盲實驗咧就避免咗偏見，就增加咗科學嘅可信性，咁亦都有利於呢個全人類。咁喺呢一個實驗裏邊咧，試舊藥嗰組同試新藥嗰組咧，其實互相配合嘅。咁因為咧就一定要有呢個比較，先至可以有結果，令到所有嘅參加者，亦都令到所有嘅人類咧受到益嘅。咁所以你睇到呢個咧就係個人行為同埋集體行為之間會產生嘅自然嘅合作緊關係。咁我哋而家就講一講呢個衝突嘅關係啦。咁首先就係呢個人嘅風險同埋集體利益嘅衝突啦，咁樣。咁對新藥組嘅病人嚟講咧，咁佢哋要承擔一啲不知名嘅風險，因為你都唔知新藥有啲咩副作用。而相對嚟講咧，舊藥組嘅病人咧，就雖然佢哋比較安全，但係可能佢哋錯過咗更好嘅治療機會嘅。咁所以咧就係你個人咧其實承擔風險，但係咧個群體咧能夠得到知識，得到益處。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呢個研究者嘅動機，就同埋呢個病人福祉裏邊嘅矛盾。研究者咧可能係追求呢個發表呢個醫學報告嘅成果，咁但係病人追求嘅咧其實比較上多係自己嘅健康嘅。咁所以其實呢個咧就存在咗呢個利益嘅矛盾，需要一啲倫理嘅審查咧嚟平衡呢樣嘢。另外一個衝突就係呢個人嘅短期利益同埋社會長期利益。咁個人嚟講咧，可能會接受一啲冇咁理想嘅治療，但係其實長期嚟講咧，個社會咧就獲得一啲知識同埋改善。嗱，而家我哋就想講講就呢個醫學雙盲實驗同埋自私的基因嘅觀念嘅關係。嗱，首先醫學雙盲實驗支持自私的基因概念嘅部分係啲乜咧？咁樣嗱，首先就係呢個體嘅差異咧，就會造成呢個集體嘅結果嚟嘅。咁個別嘅受試嘅病人啦，其實咧就係好似呢個基因嘅載體咁樣嘅，佢哋行動累積之後咧，就會推動咗整個人類嘅成功嘅人類嘅進步嚟嘅。類似就喺生物學上呢個基因複製造成嘅群體演化作用。咁另外就係呢個體嘅短期損失咧，就會達至到呢個群體嘅長期利益嚟㗎。咁有啲病人咧就得到一啲較差嘅治療，但係人類咧從此因此咧就得到咗更好嘅醫療知識。咁呢啲都係呢個同呢個書裏邊嘅觀點吻合嘅。另外一個觀點咧就係個醫學知識咧，其實就同書裏面提出嘅無因 mean 咧，就係好類似噶啦。咁就係佢哋咧就係呢啲有用嘅知識咧，其實就好似無因咁樣，一樣係會被複製同埋傳染過嚟。所以呢個咧就係文化版裏邊嘅自然選擇。亦即係話書裏邊無因呢個觀點咧，就係啱嘅。上邊就係一啲即係覺得自私的基因嘅觀念啱嘅觀點啦。咁但係亦都有啲咧就係佢哋覺得唔同反對嘅觀點嘅。咁而家我哋就講講。
同自私的基因嘅裏所講嘅觀念不同嘅係啲乜嘢咧？就係以下呢幾點。嗱，首先咧就係人類咧就自動願意為陌生人冒險，願意為佢作出貢獻喎。啲病人參與咗實驗嘅時候咧，其實係對自己可能有損害，但係咧佢呢個咧其實係一個利他，因為佢即係有利於全人類，係好多唔識嘅人，係一啲同佢自己本身嘅親戚同佢本身嘅基因冇關係嘅人。另外一個咧就係倫理制度咧，就超越咗呢個基因選擇嘅邏輯。咁啊，我哋會用一啲好多嘅文化嘅產品啊，即係譬如話同意書啊、安全監控啊，同埋公平原則咧。咁呢啲咧全部都唔係話基因選擇可以解釋嘅。病人對於未來嘅陌生人嘅貢獻咧，就並唔符合書裏邊所講利他嘅行為咧，主要係為咗呢個同基因有關嘅親屬有關嘅原則嘅。咁所以你睇到啦，即係無論係呢個獅群或者係呢個醫學雙盲例子咧，都顯示到咧《自私的基因》呢本書裏面嘅觀點咧，大致上係正確，但係咧就似乎唔太符合呢個基因嗰個好嚴格嘅科學定義嚟嘅。好啦，我哋而家講講結語同埋心得啦。咁啊，我哋首先咧就係綜合以上嘅例子同埋討論，就睇到咧就係喺呢個獅群同埋雙盲實驗裏邊咧，雖然係兩個完全唔同嘅世界，但係咧亦都顯示到呢個即係好類似嘅道理嘅。咁啊，首先就係個體嘅行為咧，就影響到群體嘅生存利益。同埋呢個個體之間嘅競爭咧，就會推動呢個群體嘅進化嘅演化，就令到更加強。而除咗競爭之外咧，合作咧其實亦都係其中演化一部分，並唔係話對呢個演化咧係有相反嘅。所以道金斯呢本書咧，並唔係變我哋話要變得自私，而係話俾我哋知咧，生命之所以能夠延續咧，係因為喺競爭、合作、犧牲同埋利益之間咧，有一套更加深層嘅演化邏輯咧喺度運作緊嘅。咁個體可以追求自己嘅利益，但係真正能夠帶嚟長期呢個成功嘅咧，係喺個體嘅利益同埋群體嘅利益之間咧，找出咗一個平衡點。咁呢個平衡點咧，就無論喺我哋嘅醫學實驗或者係草原滅食呢兩個唔同例子裏邊咧，你都會睇到咧，我哋需要合作同埋衝突交織，咁所以進步咧，先至可以喺呢一種嘅張力裏邊咧，就一步一步咁產生出嚟。好啦，而家我哋講講我哋嘅心得。自私基因呢一本書咧，就用基因呢個觀念咧，就提供咗對群體嘅一個簡化解釋。咁為人類嘅文明同埋動物嘅社會咧，提供咗另一個更複雜嘅視角。我哋可以利用啲觀點咧，就可以更加快速有效咁樣咧分析唔同嘅情況。但我哋要記住咧，呢啲解釋就並唔係萬能嘅，唔能夠太過迷信於純粹基因層面呢一種嘅解釋。咁正如我哋有講啦，就盡信書不如無書，即係話我哋有本書喺度咧，我哋要利用佢，但係亦都對佢咧就有適當嘅懷疑，咁樣先至可以令到我哋用到呢本書裏邊嘅知識就用得最好。好啊，今日嘅討論咧就喺呢度咧就完結咗啦，就多謝各位。咁就我希歡迎你哋咧就喺呢個討論區裏邊咧就留言分享你嘅想法，下次我哋將會討論另一個問題嘅。再見。